迎接即將到來金馬年，市府失手下來7間庇護工廠，推出多款年節的鴨肉甲開運年菜，邀請民眾做伙用行動支持庇護就業，讓年節消費成為上有溫度的祝福。市長黃偉哲除了七隻推薦，更家己開錢採購各間庇護工廠年節禮品，大家收聽。在歲末年初的時候，天寒地凍，但是我們心裡面是很溫暖的，因為我們許多社福團體一起來舉辦這個年菜的這個推出。那中間呢，有我們社福團體的心血，那也有一些過年應景過年應景的禮品的推出，不管是紅包袋啦，不管是春聯啦，不管是這個烘焙的產品，都是非常非常精彩豐富。過年本來就是送禮的季節，那既然要送禮，那如果多一份愛心，跟我們庇護工廠或是社福团體這個購買這些產品，其實本來錢就要花，但是更有一份意義。那所以送者大方，受者實惠，更有社福的意義。那所以說，歡迎大家一起來踴躍採購我們庇護工廠所生產以及社福团體所製造的這些年節的產品。宣傳記者會上，市長委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家人分署負責柯惠香甲5大總工會代表，攏來推薦台南上有溫度的年節禮品。就像這邊年菜跟相關的禮盒之外，其實我們的庇護工廠真的是非常的多樣化從吃的到用的到印刷品等等都有。你可以看得出來說，我們台南市政府在協助我們身心障礙者就業這一塊的努力。那庇護工廠庇護就業部分也是屬於我們就業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勞動部這邊就是跟各縣市政府一起來做這樣子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工作。勞工局長王新基表示，庇護工廠商品為年菜到送禮應俱全，熱情邀請企業、機關團體甲市民踴躍採購，買一份上有溫度年節禮，支持台南的庇護工廠。台南新聞張世維、柯萬金採訪報道。